你請。9號李雪瑩喎。最多票睇嚟啊！第2位就係頭先我哋攞國際真田小姐嘅13號陳盈欣。第3名係5號嘅莊思美。咁當然係請一齊高少少。10號嘅張秀文啦。我呢邊點解唔會啊？自己排啊！大家覺得你輸過？咁我覺得觀眾可能未太認識我啦，因為始終我係15號企喺最側邊，好多時可能就劇集聽唔到我。真嘅好多相都唔見咗。但係你兩個酒粒好迷人喎。咁所以希望遲啲導演可以剔多啲我個酒。好啦，大家咧就覺得哦，睇，你過去婆婆度同佢一齊喺隔離，OK。2010年香港小姐冠軍潘梅，Oh yeah！ 2013年香港小姐。